3月28号14时20分，缅甸发生7.9级地震，震源深度30千米。截至目前，地震共造成该国1007人死亡，30人失踪，2389人受伤。至泰国曼谷10人死亡，目前仍有101人失联。完了，张马路红绿线了。哦，好。来了，出来一个了，出来一个了。这里头。防一个啊，防一个，又下来了，叫。要兵嘛，往这哦，地头，阿个地头。哎呀，谁？来，没摔了。出来一个了，兄弟们，成功一个了。这边一边。看到嘞。后边。挑起来了。哎。